在被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，2009年之后每年的7月5日都是维吾尔人最痛之日。那一天，中共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镇压，屠杀了很多维吾尔人。为纪念遇害者，并为他们伸冤，世界各地维吾尔人在所在国家高举东突厥斯坦旗帜、标语、图片，高喊口号，举行了抗议中共暴政示威游行活动。阿斯塔纳的全球投资圆桌论坛吸引了来自40个国家的600多名投资者。哈萨克斯坦总理萨金塔耶夫出席了论坛的开幕式，并表示，哈萨克斯坦在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最佳条件的国家中排名世界第36位。吉尔吉斯斯坦外交部长表示，不会出售土地以换取他们从中国获得的债务，解释说，世界上很多国家之间都相互信任，有经济外债关联，这是一项很正常的经济往来关系。我们从中国购买了50%的外债，以此认为借机占领土地是不可能的，国际基金组织也不允许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更是不允许出售本国土地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国会应立即修改移民法，并在推特上发表声明，美国招聘成千上万的法官打击非法移民是不合理的，必须让他们离开。国会通过移民法案表达了迅速、出色、合理的表达。7月4日，美国纽约市一名女子爬上自由女神像基座，抗议联邦政府移民政策，大约僵持了3小时后，被警方救下并进行了逮捕。当天是美国独立日，自由女神像公园提前关门，众多游客被迫疏散。环球网国际新闻报道，7月5日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葛兰迪更新数字说，因叙利亚南部战争激烈，大约有75万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，日超过32万人被迫背井离乡，处境艰难。其中大约有6万叙利亚难民滞留在约旦叙利亚边境口岸。因此，联合国难民署再次呼吁约旦为叙利亚难民提供临时安置点。不过，这一提议再次遭到约旦的拒绝。约旦方面说，约旦没有重开约旦叙利亚边境口岸的打算。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应在叙利亚一方为难民提供安全庇护设施。